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就很简单、很通俗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彼此鼓励，人人之间相处，见个面呐，讲一句话，实际上都是结善缘。我们要结善缘，所以呢，师父把我的心声告诉你：一脸微笑，就满脸要微笑了。一脸呢，一个脸呢，怎么讲？我们就满脸啊，整个我们脸呢带着微笑，给人会欢喜温暖的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多开心啊！多开心，可以好温暖嘛，大家欢欢喜喜的。我们人与人之间好不容易这一辈子能够见到一个面能够看到你的、听到你的声音，实际上我们都希望大家都结善缘，结善缘要给对方欢喜，要感觉很温暖啊！一件善事，做了一件好事情，能够给别人利益嘛，带他好处嘛。他有困难来，我协助他，我关心他，带他，给他利益，给他方便。不要让他受苦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秉持这种理念啊！随时随地来关心我们周遭的所有的朋友啊，甚至于我们认识不认识，我们都希望他平安吉祥。所以各位，一件善事都会给人利益，给人方便啊，给人方便。一句好话嘛，讲一句鼓励的话，给人亲切赞叹。你看，如果说你好的话，人家带来信心。带来希望，所以你看，一句好话就给人亲切，多多赞叹，他就很大的信心啊，不会堕落，往前冲了，往前好好努力，好好往前去打拼，所以这很重要。一声佛号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声佛号给人解脱生死。这个人要堕落了，尤其临终助念，他受苦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就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佛号的光明马上普照。佛号的阿弥陀佛的名号马上接引，顺顺利利的、安详自在的就往生西方。所以一声佛号就给人带来希望，带来将来，给他解脱生死，把生死都解脱了把断了就斩断了，就斩断。所以各位很简单的几句话来跟各位大家分享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